台南市宜中湿地重划工程总面积8.91公顷，这里面呢，重划完成之后有5公顷多的住宅区，另外有3公顷的公共设施用地。那这里面我们会设置2座大型的滞洪池，总共9000多方的一个蓄水量，那可以改善这个地方淹水的问题。另外呢，还有公园儿童用地跟绿地哦，可以提供居民休憩散步的一个场所。另外，我们也开辟道路，还有广场跟停车场，可以让来这边散步的民众以及来到果菜市场购物的民众呢，都有一个停车的空间。那透过宜中湿地重划的工程，把公共设施建设到位，把住宅区开发出来，那让安南区呢加速发展，也跟在地的果菜市场可以共荣共发展。果菜场啊，甲黄文市场遐重围了，对安整个安南区的交通啊建设啊非常的好啊。有重围就是安尼路会感觉较整齐啊。对地方的帮助就足大，很大，啊嘛感谢咱的政府，咱的政府当来遮甲阮做这规划时啊，阮遮地区会当更较发展安尼。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我们公办的市地重划展现了很高的效率了哈。你可以看我们这个重划开始动工到完工，表定720天，不到2年，2年是730天了。但是我们还希望更早，不能超过700天是最好。好，那也希望说我们工程能如期如职的进行，也能够让我们安南地区快速发展哈，可以说现在是全台南市第2大行政区的安南区，能够有更好的生活品质、更多的公共建设，以及更这个舒畅的环境哈。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回来关心。各位台南的乡亲朋友，大家早，大家好，我是对台北来往南港来的高嘉瑜。地位高嘉瑜22号上午陪同台南市东区市员候选人蔡小薇来到崇德市场扫街拜票。因为小薇是非常优秀年轻的议员哦，虽然是第1届的议员，但是已经在这个议会的任期里面得到4次的优秀议员的肯定。那这次竞选连任，我们当然希望这么优秀、清新，然后美丽的这个新生代的政治人物能够继续为台南来服务。那台南东区也需要一个优质，然后女性，然后温柔的力量，然后在我们台南东区能够让它更进步更好。那尤其是小薇也是这个成大经济政治研究所的政治经济研究所毕业的高材生，所以也是台南在地的女儿，所以呢更能够了解台南乡亲的需要，所以我很支持蔡小薇。一路上受到支持者热情欢迎，更有摊商送到菜头，展现了因伫咧基站的好人气。蔡小薇议员请我来这里唱歌给大家听，我等一下呢沿路唱心花开，祝福我们摊商的好朋友，大家拢大发财、大赚钱，大家拢心花开，好不？高嘉瑜来到广播室，甲市场的民众拍招呼，嘛顺续献出伊的歌声。看到你心花开，我的心花开，那像春风在面前。随着选举愈来愈晚，蔡小薇拼尽全力，甲选民博感情，争取支持甲认同，继续连任落去。台南新闻杨顺华采访报道。伫台南各大医疗院所服务的节优卫生保健职工，上午伊接受市长吴伟霆颁奖表扬，感谢因不止疫情期间担任防疫职工，而是时时刻刻的奉献，同时嘛借机会鼓舞更较侪市民斗阵，让台南成为有爱、有温度的城市。平常非防疫期间，我们的卫生保健，包括不管是在医院里帮忙，或者在卫生所里帮忙，或者是在社区里帮忙，或者是在我们这个全民健检的这个帮忙，其实我们都到处都看到志工的身影，也非常感谢各位能够为
市民朋友的健康守护。在表扬典礼上，这对夫妻在退休以后，想想到现代病院担任志工，感受需要帮助时代甲弱势真正足多，所以一到日就是超过20档。我们可以帮人家一些老人呐，一些比较不方便，儿女不在身边的他们自己来不认识字的啦，一些老的都不认识字。然后我们他来说我要去哪里找不到我们可以帮到他，那种心情是很高兴说可以真的帮到这些年纪大不方便的人。我都是想说做就对了，好好的做就对了，就是需要我们帮忙的地方我们就帮忙这样子，就以这种心情，就是做就对了。卫生局表示，当市民的平均寿命一直增加，志工伫第一线到3工推广卫生保健的观念，也是重要一环。今日新闻军及采访报道。幼幼班的学生伫老师的带领，将来享受优美宽快校园环境。这里是全国第一间由树立大专院校所成立的非营利幼儿园。11月11號迄陣立案招生，開學第一禮拜已經有60位幼兒。校方表示，配合上議國家甲公共化教保政策，該校向下扎緊對幼兒啟發一直到博士班，就是完整性全階段教育。主要是響應政府的公共化幼兒教保政策。那我們認為，好的教育應該是向下扎根，應該是要是全階段性的。所以呢，學校希望能夠從幼兒一直到小學、中學、大學、研究所、博士班，是一個全階段的優質的教育服務。這是我們之前提出申請的主要動機。那我想主要是配合政府政策來進行這一個非營利幼兒園的申請。那今年的11月獲得立案我們非常的感謝政府跟各界的指導鼓勵。校方表示，為了打破只伫教室內學習，所以整個大學的資源幼兒班都會當享受，用搭建自然的環境來陪伴因成長，成為一大優勢。主要是我們的非營利幼兒園是設在我們的大學校園內，那我們的孩子們呢，可以徜徉在這個大學校園裡面，使用很多的設施，共享很多的資源，親近大自然。我想教育不應該只有是在課堂上裡面的學習，應該要讓孩子能夠多親近大自然，多享用學校的很多的空間設施跟設備。雖然面臨少子化危機，不過校方相當有信心，因應南科發展附近幼兒的就學需求，所以第二階段將增加到9個班228位。伫專業師資、伫環境資源以及收費，都要讓家長安心，減輕負擔。園內的設施大家都可以看得到，我們就盡量把它做到完善。那包括教學的部分，我們是走主題加學習區，我們就把這個區塊都做好這樣子。那包括我們找老師的部分，我們也非常的用心，我們的老師都非常的優秀。費用的話，因為我們是非營利幼兒園，所以小朋友如果是家裡的第一胎，就是每個月是2000塊；第二胎每個月是1000塊；那第三胎以上或者是中低收入跟低收入戶的小朋友的話，就是免費。這樣子，對，所以相信對家長會有非常大的吸引力。中心拍出台南上水的校園來招生，嘛為落實大學社會責任，邁向新的里程碑。台南新聞軍及採訪報道。由台南市美術館甲雲飛帆美術館三化教育基金會所開的強學體驗區，在台南市副市長趙清惠以及多位貴賓的見證之下正式開幕。那五月天呢，他除了因為去年在這一邊做了一個演唱會，然後我們就把它一半的資助做成也是在醫館有一個就是非常專業的錄音室，那另外一半我們就拿到了這個醫館的2樓來做這樣的一個教育推廣的共學體驗中心。美術館將頭一個主題定位在樹梢附夢，而且有儕趣味的活動體驗，還有以五月天的歌詞落去找儕畫圖區域。更重要的是，這是一個共同學習的體驗區。共學的概念就是一種學習的夥伴關係，那它比較沒有一個位階，像說上對下或者是階級的關係，
那我觉得就是美术馆的学习的活动应该是比较不分年龄，然后不分种族的一个状态，所以我题目上不会定的是跟美术完全相关，我是希望是大家都是有共感的。你有可能都有做过梦，你有可能都有有小时候有的梦想，但是因为环境或者说父母给你的期待，或甚至是经过岁月的流转，你可能慢慢的忘记你小时候那个理想或是愿望。那我从这边是稍微引诱出来，你们可以去想一下这些理想或梦想对你曾经的意义是什么。那所以这一区你不用把它看的是像展览，它是对应到你自我的，你可以反观自我对梦想的一种价值观或是想法。校园会当伫遮自由的佚佗，无受任何人的影响，透过多元的课程表现家己的创意，并以团体的方式来互相学习。不会是只有老师去设计课程，然后我就是设计一套之后，你就要按照我的游戏方式下去走，不是这样子的。它中间会一直不断的变形。所有的人也许对某一项东西是比较有感觉，我们就是完全就是会，也许跟老师原本设计的方向跟理念会完全不一样，所以那个会对美术馆人来讲是挑战，对老师也是挑战，但是我觉得是更有趣的。台南市美术馆综合体验区甲五月天的歌迷同款，无世代之分，期盼透过一系列活动，会当追求大家家己心中的迄个梦想。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疫情期间，为了消毒，许多人洗手洗到脱皮发痒。静心生技因此投入进口精油皂的贩售，希望透过进口精油皂机，让民众洗手抗菌，同时还能滋润保湿。而与中油多角化商品在来速咖啡贩售精油手工皂也有半年多，受到社区民众喜爱。但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高峰，原本买咖啡送的是脸部美容保养，顾虑有人对在公共场合脱口罩进行脸部保养可能会有确诊风险。在疫情稍缓的暑假期间，改推买咖啡送亲子手工皂课程，一方面提升加油站的咖啡业绩，一方面也让静心生技的后疫情时代，透过多元创新的精油手工皂课程，结合社区客群做推广。其实，在疫情之后，其实我们这个美容的行业已经就是因为戴了口罩就没有办法做脸。那其实我们在这段时间的经营的时候呢，也非常的辛苦。那几乎想说啊，不然就找一个方法，怎么来接我们这段时间没有办法，就是说脱口罩的一些行动的美容哦，还是做一些美容护肤的部分哈。那我们为什么要来转介在这个精油皂里面？因为精油皂本身就是在做清洁，我们想它变成说推广这个，让学员他们除了说精油皂学完之后怎么使用，然后教他们做一些手作，除了这一份的这个一些手作的收入以外，然后我们也让学员就是延续让他们经营一些这样精油皂，怎么在家里自己创业做小型的一个创业，或者说他们怎么在那个团购里面去做，跟很多团的团主呢一起来合作卖这些精油皂。国师的精油皂是很天然的，洗后很滋润保湿，是值得推荐的伴手礼盒。那疫情期间呢，我就跟公司批来卖给朋友，增加一点收入。为了让公司的收入不因疫情中断，原本主攻行动美容师培训的静心生技，不得不停下许多美容师的培训业务，转从零售精油皂，再到手工皂教学。除了来速咖啡，静心也与市民学院合作，让参与的学员有机会创造事业第二春。有一天我开电视起来，我看到阮隔壁里活动中心伊咧推广二度就业，二度就业伊内底都有咧讲到行动美容，有咧学精油皂，这是我真兴趣的，所以我就想尽办法去报名。我起头我是送给朋友。朋友感觉我这个物件真好，手工精油皂，所以又叫我回去做来卖，所以我就开始愈有信心，我过来卖朋友，卖朋友佮介绍一寡人。那最近我们课程都是把这些传统的精油皂，把它演成在生活里面。那像有人的蔬菜水果类，然后水果的精油皂。这个都一般我们在传统里面的精油皂是没有人这样子做过，但是如果说做成四方形的精油皂又没有什么特色，那我们为了让精油皂更活化、更创意，所以我们把精油皂也用在生活上，像我们的一些柿子水果皂，
还有一些像我们的丝瓜皂，还有玉米这些做得很像我们生活上的这些模型，然后让客户人很喜欢这种东西。一场疫情让各行各业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进行生计以正向的态度迎战疫情，努力发展不同的经营策略，既不影响原有客群消费市场，也能因应疫情创新多元商品。这场疫情目前逐步趋缓，我们的生活也慢慢恢复过往。想多份收入的你，或许能从手工皂开创出另一个圆梦的好契机。因为少子化，加上台南市的儿童早疗需求哪来哪增加，目前全市只有3间病院有联合评估中心，造成医术发展较慢的儿童，伫做评估甲治疗时，必须要等待半冬以上的时间。对此，新乐病院小儿神经科杨启伟医师特别结合心智科、复健科、心理师加职能治疗师，组成小儿早疗的共照团队。希望照顾这群慢飞天使。小朋友来说，就是发展非常的重要。那6岁以前是关键时期。那其实一直都有这个需求啦，就是发展迟缓的小朋友，他们需要做一些联合的评估，有个跨团队的一个专业人员去做评估跟判断，然后帮助他们诊断，也帮他们量身定制一些比较好的一个复健的一个计划，或是治疗的方案。在早疗这一块，爸爸妈妈会比较辛苦，就是说，可能他需要做各方面不同的一个评估跟治疗，那他就可能要跑很多趟。那我们现在就有个管师，再加上一些资源的整合，那小朋友跟爸妈就不用来回奔波很多趟，就比较可以一次到位去做一些整合的评估。那就是联评报告也会比较快出来。就不用等很久，比如说半年啊、8个月这样子。医师强调，早期的疗育必须要掌握6岁进前的黄金治疗时期，提供身心障碍或者是发展较慢的孩童一个量身定做的治疗方式，依照临床的发展评估4个面向，不管是初动作、幼动作、语言加社交行为，看孩童的需要，提供家长加小朋友进一步的治疗加照顾。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贵综合病院药剂内科医师施德恩表示，根据流行病学的研究，台湾慢性药剂病的盛行率大约是11.9%，但知影家己有慢性药剂病却只有3.5%而已。为了早期找出慢性药剂病的患者，医师呼吁有慢性药剂病高风险族群。包括糖尿病、高血压等三高的族群，或者是家族有药剂病史，应该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台湾慢性肾脏病在末期肾病变的部分，台湾是盛行率跟发生率都非常的高。那这些人呢，心血管疾病的发生跟死亡率呢也都很高。所以呢，我们在慢性肾脏病的阶段呢，就应该要及早诊断、及早治疗。那因为慢性肾脏病呢，不是末期肾病变。也不等于要洗肾。那慢性肾脏病呢，在初期的时候，如果能够我们可以把它揪出来呢，那这时候肾脏的预后呢就会好。所以我们必须要在早期的时候就揪出肾脏病。那揪出肾脏病的2大法宝呢，就是抽血跟验尿。那抽血包括我们可以得到肾丝球过滤率的指数，还有蛋白尿的指数。那配合这2个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肾功能的状态、肾脏病的分期跟预后。然后针对这个部分呢，我们再定治疗的方向跟目标。那哪些人需要做这些检查呢？就是慢性肾脏病的高风险族群，那包括我们常说的3高：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还有其他当然有一些常见的慢性的疾病，像是痛风啊、高尿酸血症啊、心血管疾病，还有一些年纪大的族群。那这些都是高风险族群，应该要做肾脏病的筛检。医师强调，慢性药剂病不一定是末期的药剂病变，嘛不一定需要洗药剂。慢性药剂病是会用的预防甲治疗。如果民众有慢性药剂病的症状，包括泡泡尿、水肿、高血压、贫血、甲疲倦等，应该量早接受抽血甲验尿的检查，
然后搁再依照慢性腰子病分期接受治疗，避免日后加上洗腰子的风险。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整家店陈列着琳琅满目的军用品，包括各式各样的布徽章、礼品和模型船。这一家位在左营区西林街的军用品专卖店，前身是五金行，因为靠近海军基地的关系，逐渐转型以提供军用相关服务和产品为主。其实，大概民国在67年初左右，其实我们家前身原本是五金行。对，那只是因为刚好靠近军区，那会有军人的需求，军人可能会来问我们说，需不需要一些衣服、裤子，或是他可能想要修改东西，像您刚刚看到的缝纫啊、修改这样子，那我们才慢慢而转型成为变成军用品。对，那早期其实是在军校路啦，那军校路因为可能政府的道路拆迁计划它扩建啊拆路，所以我们移到后面的西林街这样子。对，所以我们大约应该开业应该快将近40年左右有了吧。开业至今将近40年，不只卖军用品，也提供电绣名条等其他客制化服务。因为牌子老、信用好，也因此累积了不少老客户。帮小孩子把他的军服来这边绣他的名条啦，不错啦，这家在我们当地西林街算很有名，老店了，商誉也很好。我以前的那个年代是在凤山，我是陆军的，凤山陆军官校。那小孩子。他是空军的没有错，他这里是离我们最近的。这周边西林街周边很多这种军用品店，他们算老店了，信誉也很好。在众多的军用品中，有一样别具意义的军用礼品，也就是配合服役军种赠送的模型。其中等比例打造的模型船，仔细观察，船上各项装配与细节都有做到。另外还有不同材质的模型船可供选择，希望船身承载送礼人的祝福，陪伴受赠者往更好的前方迈进。对，像其实一般来说，假设他一个军人，他可能在一个船上单位待过，假设他可能退伍了，或者他可能调差了，他在服役这段期间，单位就会送他一艘船，因为这个船代表他可能连续的2-3年都在这边生活。一般可能海军比较特殊啦。那陆军可能相对就是战车，那当然空军一定就是飞机这样子，所以我们其实都会做一个模型。我们跟军基本上是1比1打造的，包括它的桅杆啊、它的飞机、它的炮，其实就跟你真的船是一模一样的。再特别可能军舰或是像是非常多不同模式的造型，可能像是潜舰啊，或者是一些成功级或扬子号，都是非常多特殊的东西。那像我的客人，他可能也会送我们比较常见的船，这也是琉璃，也是军舰模型。充满怀旧风情的西林街，也是电影《天台》的取景地之一。想要体验旧时光与现代碰撞出的火花，下次不妨来西林街走走，感受一下吧。记者肖怡轩、蔡怡文高雄报道。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